Also 난 도마데 나말링게 참로랴 공감사에게 섬주슈 首先问候大家好。 딩게야 아주 파마데제메기 지슈 닌那么 구바치미요레 今天是沉默传记课程的 니데 나말링게 第 소랴 9堂课。 지미기도지기 남다 리제메 나려오네 那么今天会讲的是法王密觉多节的妙行解脱自传当中的第17个颂文。 상계베르고 제샤베기 那么依据逝者桑杰巴珠他所撰写的这部传记的注解里面提到的科判，提到观修世俗菩提心分为座中和座间两个部分。前面的讲过了，那么现在讲到的是座间转为道用，其中有10个部分，其中转耗尽物资，然后转伤害，再来转言语，然后转名声，转痛苦，转清净心之利乐为道用，这6个讲过了。那么今天讲的是第7个，转清净行为道用。那么颂文是为利自他成就菩提时，须远避推屈厌烦恐惧疲倦之感，增不退转之精进，故此身修行增克，以不实含，此为我妙行之一。那上一堂课当中简略的讲过了。那么在讲解颂文之前，那么我想对于上一堂课中讲到过的弥勒日巴尊者的那个故事，再做一些说明，再做一些补充。다들랑 지단기 다 지준밀레베기 남타 망부 열어봤다. 아주 지금자면 망부 열어봐. 尊者的弥勒日巴尊者的传记很多，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藏美黑如嘎他所写的。平常我们说这个弥勒日巴传记的时候，说的就是由他所写的这一部。但是呢，最古老的，或者说最不一定就是藏渊黑如嘎所写的那一部，或者说最历史最清楚的，源流最清楚的，叫做普谦朱尼他所写的，这个作者所写的，可以说是最早的，也是根据最清楚的。那可以说是他的传记当中里面最可以说最好的一部，最清楚的一部，对不起，最清楚的一部。再来还有一个是壤中多杰，那个时候就是第3世噶玛巴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编辑的这样一个弥勒日巴的传记，叫做子那巴。所以尊者弥勒日巴尊者传记是有蛮多部的。那么总之上一堂课谈到，尊者在他圆寂之前，他就对弟子们说，在我死后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财产给大家，但这里呢就有一个黑紫檀木的一个拐杖，一顶布的帽子，还有一小块布，那个拿去给这个达波拉姐，就冈波巴大师。
他就要弟子准备好。那尊者也说，那当时我有跟惹琼巴说在哪一天要回来，所以如果惹琼巴那个时候回来的话，就有一些东西给他。但如果他那时候回不来的话，那么这个有一个藤编，还有一小块布就会留给他。还有平时呢，密勒日巴他会有一个火链或者叫火刀，就留给直贡惹巴。他还有一个比较破的蓝缕的一个班智达帽，就留给斯文惹巴。还有他披在身上的一块布，他就说这块布分成碎片小块，就分给其他的那些惹巴。同时他也说，我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大家。但这些所有我给你们的东西都是一种成就，一种加持，一种成就。所以虽然没有太多的物质上的这种价值，但是它是有加持的。接着尊者说，但我还是有一些黄金，这是我留存下来的，那么都藏在呢这个我闭关的修持的那个房子后面有一面墙的缝隙里面，所以之后呢你们可以取出来，你们就分了。当时呢他听到说有黄金，然后可以取出来把它分了。有些人就说，是啊，以密勒日巴尊者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身份的人当然应该是有金子的吧。当然一般我们说看尊者，看他这样一生的修持他可能连一件穿的衣服大概都没有，怎么会有金子？所以很多人是觉得听到密勒日巴这么说的时候都很觉得不可思议，也很怀疑。那这时候尊者就有一个弟子，他就说，怎么可能尊者会有这个黄金呢？所以他就说，那恶人就是管不好自己的嘴巴，这样乱说话真的是造恶业。尊者是不可能有黄金的。总之呢，之后尊者圆寂之后，就弟子们就遵照尊者的这个指示，他的遗嘱吧，就聚在那个说埋藏的东西的地方就去找金子，就发现有一个布包起来的一个东西。那么打开之后呢，就发现那个包袱里面打开没有任何金子。那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是有3小块的蔗糖，还有呢尊者他所写的一张纸条，还有一把这个火刀或者说火链。那这个火刀火链不太一样，是它又是一把刀，它很多功能。它又可以有这个勺子的功能，它同时又有这种像针的这样的功能，所以它是一个
有万用功能的这样一个火链，火链。通常如果是藏民或者尤其是牧民啊，对于什么是火刀、火链或者说这个蔗糖啊，大概都很清楚。但是呢，可能听众不是很清楚，所以这里我有准备这个照片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呢，就是这个火链。很多时候呢，以前呢，有的时候是以前古代还蛮这个实用、很常用的一个东西，后来就变成是一个装饰品。那后来这个就是下面那个就是蔗糖，有3块蔗糖就长成这个样子的蔗糖，大概是这样子半圆形的。所以这样子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样子。所以平常的这个火链是长这个样子的火刀火链，但密勒日巴的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因为他常常会到各个地方去，他要去这个点火，所以或者要当勺子啊这种用，所以他的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多功能的这样一个东西。总之他们把那个包袱打开之后，那么就发现这些东西，然后就发现那个纸条上面写了什么呢？那就写说，你们呢用刀呢把那个蔗糖给分了，而且每个人都能分到。接着那块布呢也用那个刀呢把它给切了，分了。只要还有人呢来取这块布的话，这个布就可以一直分下去。最重要的是纸条后面一行字写道，可能有人会说密勒日巴有金子，那些人呢去吃屎吧，有这样一段字。当时呢弟子们都很难过嘛，因为密勒日巴才圆寂没有几天，但是一看到这个后面这段文字，大家都这个笑了，心情也都比较开心一点了。那么之后呢，弟子还有那些施主们，大家就聚在一起，就依照尊者说的话，然后来分那个蔗糖，非常非常的特殊。他们在分的时候，因为就是这个3块嘛，那其中每一块要切的时候，事实上每切一块变成2半，那不就是变小了吗？那就是一切当然理所当然就会变小嘛，变2块之后就变小了。但是呢，一切的时候那2块切成2块，但大小还是一样没变，跟原来那一块是一样没变的大小。那另外然后再切就变成4块了，再切8块、16块，然后再切成32块等等，然后就越切越多，然后都切不完，越切越多。然后那块布呢也是一样，你中间这样子一切下去，
结果呢，那个布也没有变小，然后又变成是同样大小的一块布，同样也是一样，就变成2块、4块、8块、16、32块，这样就增加，倍数增加。所以当时的所有在场的每个人都有分到一块布和一块糖。不只是这样子，而且他们拿到那块糖的时候，马上就想说，这是尊者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加持，一个礼物。他们马上拿到就要吃嘛，就发现怎么吃都吃不完，怎么吃那块糖都没有变少。那最后怎么办呢？就放在自己的怀里吧，包里、怀里，就带回家。那些施主们的话，在家人就带回家，带回家之后就给家人吃，结果还是一样，怎么吃都没有变少。所以就在那个地区叫金堂娘能这样的地区，所以据说当时呢，在1年当中，那2个地区的，就密勒日巴原籍的那个地区，那2地区的人，他们就1年当中都吃不完这样的糖，那个蔗糖。所以当时呢，大家就说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殊胜的这样的这种蔗糖。还有很多一些殊胜的一些情况，还有在像尊者圆寂1年之后，那么在他那个荼毗，就是火化的荼毗的地方，每次到了一些特殊的佛教的节日的时候，天空都会发出这些美妙的特殊的声音。当时当然也没有像现在有这种录音机啊这种的播放的，但是天空中就会出现这样子特殊的妙音，而且还会降下这种花雨。那么当地的那些小孩子，小男生、小女生，他们看到这个有花像雨一样降下来，就会跑去抓那些花朵。有些小孩就抓到了，就很高兴，他就不给别人嘛，就抓了就赶快跑走。那么其他那些抓不到花的小孩就要赶快去抢，就追在他的后面。总之，当时据说就有很多这样子特殊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想想，为什么尊者他圆寂之后留下来这样的蔗糖，还有他的这样的衣服，这个布，你可以想象尊者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哦，甚至比这个乞丐还贫困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在山上这样子的闭关的这样一个瑜伽士，是这样一个什么东西财产都没有的人，但他最后还留下了，竟然还特别留下了一点这样的蔗糖，还有他的衣服，这样的礼物，他觉得是一个纪念，一个礼物，留给当地的人，留给或者他的弟子们，就觉得说，如果你们想要纪念我，想到我的话，有一个东西当做纪念。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行为，你可以看到，哇，这个尊者他的性格，他真的是好善良哦，这很可爱、很善良的一个人。他总是会想到很多人的，会想到所有人的，不会想，要不然修行人有时候我们会想到他是一个很死板、很严肃，或者一个很倔强的、很倔的一个人。的确，我们有时候想到修行人，就会觉得是那个样子。但你看弥勒日巴不是的。而且我觉得他会特别留下来这些礼物或者一些纪念的东西，
给别人。他在圆寂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就是他在最老的那部传记里面提到什么呢？他就说，在我圆寂之后7天的时间内，这是7天，你们就不要碰我的这个身体。7天之后，我有话要跟你们说。所以大家都等着嘛，圆寂之后7天不让人去碰。所以总之呢，第5天的时候，很多人就实在是等不及了，怎么办？就觉得等不及，就很想偷偷跑去看。但其他弟子说不行，尊者已经说过了，这个7天内不要来到我的这个身体旁边，不要来打扰我。就是不要来打扰我，不要来看我。但是很多弟子到第6天就等不及，他们就觉得一定要去看一看，不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结果一看之下，发现他的身体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是他的大概就这么小，大概只有这么小，大概只有一个手肘这么小。当时很多弟子看到了不同的景象，有的说看到的是观音菩萨，总之有不同的看到不同的景象，弟子们。但最后呢，弟子们都想，最后如果等到真的第7天的话，搞不好变成这个红光身了，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那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的话，那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就也没有舍利留下来，都得不到。所以弟子们呢，他们就决定，弟子啊，还有施主们就决定说，就这个火化了，就涂皮火化了。平常呢，这个火化之后会留下来一些舍利啊，骨舍利，但是密勒日巴完全没有留下来任何舍利，全部都像是这个彩虹一样消失了，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而且烧的时候，平常呢烧这个遗体的时候总是会有味道，但是密勒日巴完全没有味道，完全就像是一个那个彩虹一样，就这样消失了。所以火化完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一些说法说他的遗体就好像被空行母迎请走了，总之那部分不多说，反正火化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留下来当这个供养的信仰的这个纪念的礼拜的一个东西。虽然尊者本来是想要说7天之后他可以这个红光身嘛，但总之最后弟子是火化了。但无论如何，他最后有留下来，他可能就为什么会留下来这个蔗糖跟衣服，就是他觉得尊者本来就准备好他要红光身，他本来就不会留下来任何东西嘛。
所以他就先准备好了蔗糖跟衣服留给大家做纪念的。这是我在想一个原因，他为什么留下来这些东西。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他留下来，他说他有这个黄金这一段啊，他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弟子，对于一个试探。主要是看弟子们是不是到底是对他有多大的信心的一个试探。那么主要是上一堂课中没有讲得太清楚，所以今天呢再做一些补充。那么第17个颂文主要在讲的内容，那米觉多杰他的这个生平，他的一个行仪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很多人在名称上可能是在修行，在利他，这个米觉多杰他不太管，他主要在观察的，他在乎的是这个本质上到底是在利他还是在伤害别人。如果他发现这个本质上对于别人是伤害的，对于自己对他人是有伤害的，所以无论他名称上取的是什么样一个名称，是利他也好，是修行也好，什么他都会停止那么去做。他自己不会那么去做。那也因为他自己停止去做这样的表面上的这种修行，然后而且是这种本质上伤害别人的这种表面上的修行或者利他，而且那些对于法米觉多杰有信心的弟子，有信心的那些人，也会不去做这样子相似修行的表面的修行，本质是在伤害别人的这种事情，他们也会停止那样的相似的这种善行。那么就像米觉多杰在他的百段教言当中就很清楚，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能够直接利益到众生是最好，如果没有办法直接，那么间接的去利益众生，避免伤害到他们，那么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的。无论是透过说法、思维佛法、修持佛法、建立僧团，或者说建立寺院、兴建佛塔，还有佛像等等。总之，尽自己的能力，这所有的修持都能够成为帮助都能够成为这个成佛的因。不然除此之外，如果发心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或者就算有这样的发心，但是在行为上却对众生造成了伤害的话，那么这一些可以说相似的这种闻思修，或者说累积福德的这种行为，实际上还是无法成为成佛的因，所以都应该要很聪明的，要很有具备方便的，要马上去停止这么去做。所以米觉多杰真正在乎的，他总是在注意跟观察的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做到这个修持，是不是真在自利利他，他不看表面的。那么他在学习和思维任何显密教法的时候，
他同时也在不断的修持显密的教法，而当他在认真修持显密的时候，同时也增进了他的文思，换句话说，也打破了这种显密文思的界限，所以他的文思增长了他的修持，他的修也增长了他的文思增长了修，他的修增长了文思，所以他的文思修是互相的相辅相成的，他不会说一个障碍到另外一个的。不然现在有时候你看我们会说闭关中心是佛学院是分开的，像主要在注重这个文思的是佛学院，注重实修的是闭关中心。一般说为什么要分开这两个事业单位，这两个单位？那主要是因为强调实修在闭关中心，强调文思教育这部分是在佛学院。这可以说是你在专注培养这种专业上，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单位，所以才分开两个地方，是为了培养这样的专业。这是一方面来说，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好像也给人一种感觉，你在佛学院好像就不用去实修，你在专注在实修，好像你就不需要做到这个文思，感觉好像把它两个分开了。所以，因为它是分开的两个单位嘛，会给人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但法王米觉多杰当时那个时候的这个藏地可以说是末法时期，而且佛教呢，很多时候都是这些弟子也都是很难调伏的这样一个时候。那总之他还是这时候带着这种善心清净心利益众生，所以他在持戒的时候也同时让布施的善得到了增长，他布施的时候也让持戒的善得到了增长，所以他所有的修持是相辅相成，而不会相互的妨碍。所以他一生当中的利他的行持，无论是文思修也好，三学的修持也好，或者讲说，或者说这种辩论著作，或者为别人传戒这种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还有他为别人灌顶，还有上课、授课，还有口传，或者为别人加持，或者是唱诵道歌，或者是祈之供养，或者就是祈愿等等总之，米智多杰在做任何这些自利利他的修持时，他都不会拖延，还有他也不会懈怠，他会都具备一种不退转的精进，他不会想说我今天休息，明天再做，他不会。他也具备了一种勇气，从不会觉得说有什么事情是我自己这个身心无法做到的。然后他遇到任何挑战的时候，他都能够有一种他遇到任何挑战，他都能够忍受这些痛苦，他都能够面对，他都能够完全的克服这所有的挑战。
원제 원제 바 태양 지 가르르 풀좀 용다 다 동이 또类自性的关我那那么，然后他也将所有的行持呢，也都回向这个成就菩提，然后而且是具备了这个三轮体空的，以这样子的一种禅定力来做这样的一个这种修持的。无论他在行住坐卧的所有行持当中，他都不离这样子的，可以说大菩提的渐修行。所以他所有的修持都可以说都成为了利他。还有，当他看到别人他也会去提示跟这个指导别人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取舍，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利他。而他自己呢，也都从来没有这个失去过这种清净的行持。所以因此呢，所以他的修行都不会是闻思的时候就没有修持，不会。他闻思的时候很自然，听闻听课，他就帮助了他的修持，或者他在修持的时候，他就会帮助他的听闻跟思维等等。然后还有他的任何的修持的时候，都不会被任何的外援而中断。然后无论他任何的修持都会成为有意义，就都会成为利他这样子的意义。这可以说是密居多杰很特殊的一些他的行义，他具备了特殊这样的一种视线。还有密居多杰呢，他的福心是很广大，他平时他会讲法，他也会著作，但他也跟很多人会这个谈话，然后他也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跟别人讲话开玩笑，他也会喝茶，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人会请示他一些问题，他会给予一些这个指示。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也会有自己的这个修持的时候，会做很多的祈请、课诵，然后唱诵道歌等等。平常任何一个人，你会觉得说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你会觉得可能很忙，或者说会忙不过来。做了这个，你就会落掉了另外一个。但是密居多杰从来不会是这个样子，他每一个这种作为都不会障碍到另外一个，而是这个相辅相成的。所以光是他的这个不只是著作，就是说他的这个任何他写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本著作，可能是他的信件这种任何他写的东西，就有100多个这样子，100多篇，100多部。所以可以说密居多杰呢，他是非常的精进的，他为了众生，为了佛教，他真的是日夜不懈的都在这样做着。好，接着我们休息一下半个小时。
那么，就像刚刚说到的，米觉多杰他的修持，或者说他的一个行仪，他能够在同一时间当中做到很多的事情。他在文思修的时候，他是做一个不会障碍到另外一个，而是相辅相成的。在米觉多杰他的一个道歌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外看无所皆不作，内观一切皆未作，究竟思之难思议，央金萨玛信谁知？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外在去看的时候，这个米觉多杰这个是无所不做的，就是他好像什么事情他都在做。但是由内去观看的话，就是从米觉多杰的内心上来看的话，他是一切皆未做，意思是说他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妄念的，所以是离一切的思维分别，是安住于这个定中的，所以是一切皆未做。那么就近来说，就是从圣义谛来讲，米觉多杰他的一切事业、一切的作为是难思议的，所以从就近去看它、去思维的话是难思议的。所以央金萨玛就是米觉多杰的另外一个名讳，它有很多不同的名讳，央金桑波、米觉桑波，它有很多不同的名讳。那在这里叫央金萨玛，所以他的自性是谁能够知道呢？信谁知？换句话说，就是米觉多杰他的自性，他的心是没有人能够测知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说一下第17个这个颂文啊，它的有几个要点。那么我觉得主要有2个要点。第一个是，就是修行呢是24小时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认知。第二个就是所有的修持，我们必须是全方面的去结合，这样子来修行。那首先先谈一下修行啊，是24小时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啊，我们常说修行，我觉得它是一个日夜24小时的一件事。换句话说，随时都要特别的保持正念，保持觉知，都要敦促自己修行。那最开始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做修行。修行白话来说，就是一个让自己的心养成一个习惯的一个过程。那么是在修什么呢？是在修正自己的言行举止，然后借此，然后锻炼我们的心。
这个就是修行它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锻炼还有养成习惯，它是没有办法做一次就做好的，就达成的，而是必须要不间断的、不停的去锻炼的，没有间断的怎么去做的？为什么需要这种修行是需要没有间断的去做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最主要锻炼的是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说一年有365天，那么一天来说有24小时。那我们的心，它是从来没有休息的，365天24小时，它都在运作着。我们的心是不会休息的，不停的在运作着。所以，只要我们的心还在运作的一天，这个修炼我们的心的这个工作，或者说这样的修行，它就是没有办法中断，没有办法休息的，没有办法停止的。所以，因为我们的心24小时、365天都在运作着，都有着，所以365天我们都要修行。所以24小时我们都要训练、锻炼我们的心，都要训练好自己的身口意。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将修行变成修行，生活变成修行，还要将修行变成生活。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身体这个过重，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医生跟我们说，不行，你这个过重了体重，所以你要瘦一些，减重。所以为了健康减重，所以我们可能就会首先运动。那我们会到健身房，然后会做运动，比如说可能做各种不同的，从事各种不同的运动，健身房里面。那不只是上健身房，平时只要有空的时候，也需要多走路。比如说，大概1万步，或者5000到1万步。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还需要注意这个饮食。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全面的、全方位的这样去做，如果只是每天到健身房运动1个小时，让其他的时间都睡在床上、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不动的话，这样是不行的。然后还加上这个乱吃东西，或者吃一大堆油腻的食物。那你那1小时累得半死在健身房，这是等于是没用的，这样是绝对瘦不下来的，而且身体也是不会健康的，因为其他时间你都没有这个完全不动，而且吃一大堆太油腻的食物。修行也是一样，只是坐在蒲团上几个小时，甚至很多人连几个小时都没有。
然后从蒲团上起来之后，修行就结束了。比如说课诵的话，或者观修那个经典也盖起来、关起来，然后起身，修行就结束的话，那么那就跟平时我们说这个完成一个任务一样嘛，这工作的时候完成任务一样，好像是为了要这个混口饭吃这种混工钱一样的这种一样的。所以修行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你身口意全部的一个投入。而且修行呢，你需要有一种热忱，还有你还要有一种要想要达到目标，要实现这个愿望的这样的一种迫切感。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很多人会有的一种习惯啊，就说很多时候新年会有新希望。比如说很多人新年都会设定一个这个我今年的目标，或者一个新的希望。所以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年的希望是不说谎，那么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一个目标放在心上，你随时都会提醒自己要做到这样的一个，要达成这个目标。所以随时你会记得不可以说谎，无论是你跟朋友在喝茶聊天，然后或者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在上班，比如说可能跟老板在开会，或者你在这个商店或在超市这个买东西，可能这个店员他可能找错钱，总之呢，任何时候，无论是你工作的时候，还是你这个放松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都会提醒自己不说谎，要做到。修行就像是这个样子哦，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新年有设定一个目标，新年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希望是一样的。所以你为了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修行就像是有这样的一种态度跟一种感觉。那上面这个比喻，不说谎，它这只有这么一个目标，但修行就没这么容易了。修行呢，是比这个目标更多、更复杂，你要达成的目标是更多的，因为它就不就是不说谎而已，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到。所以我们会说修行，
你就必须要闻思修，三者是要并进的，不然修行是无法达成的。所以修行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一种不一样的态度跟思想。就前面讲到的，就是一种你对于修行的一种热忱，这是一种感觉，就是真的你对修行你很有想要达成的这种迫切感。那么这样的态度，这个目标最主要指的是什么？那修行这里指的就是一种你想要力求上进的一种态度，也就是一种你想要变好的心。而且呢，你非常积极的，你透过修行想要去做到这一点。那什么叫做透过修行让自己变好？这什么意思？是说自己变得更能干了，或者说你在某种技能上、技术上变得更精通呢？不是的。修行让自己变得更好，是指说你的心跟佛法更相应了，更靠近了。而且你这时候你的修持的精进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一样了，很自然了，它就像是流水一般的源源不绝，它是没有中断的，前面的水流过去，后面的水就很自然的一个推就往前的这样子推着就它是很自然的成为了一种常态。你的精进修持它会成为一种不停的源源不绝的这样子的一种修持。所以呢，你比起去年，比起上个月，或者比起昨天，你的修行一天比一天都在进步，而且都有收获。那么这样子，你才是真的才可能做到说，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你今年就和去年不一样，同样明年的你也会和今年不一样，因为你的修持是这样持续的不停的在做着的。那这里谈到修行是这样子持续不断的这样的一种精进的。当然任何人呢，我们都还是会有这种一种我们说懒散的一个时候，还是会想要有放松，或者说休息一下，玩乐一下，因为我们还是会累的，还是需要休息。同样我们说修行的时候，或者很多时候因为太精进了，有时候会感到很疲累，这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心都应该要稍微放松一下，这其实很重要，也是必须要的。但是呢，当你在放松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还是要有一个注意在，因为一不注意，你可能就变成变成一种懈怠了，放松就变成一种懈怠，所以随时都要有一个提醒。随时你要保留一种正念，还有一种不放逸。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忘记自己是修行人的一个本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必须要知道。你要保留这样的一个正念和不放逸的这样一种思想，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你不要忘记自己就是修行人，然后本分就是修行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是经典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要正念，要有正念，不放逸。这不是说要跟别人说提醒你，不是，是自己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觉知的力量，能够提醒你自己。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你虽然在放松的时候，你的修行也并没有中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过去祖师他们的传记，他们白天修行，甚至他们晚上睡着之后，他们也继续在修行。他们睡着之后，他们也能够继续修持的。这是因为随时心中他们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正念和不放逸，所以甚至睡着了之后，他们也能够持续的做这样子善的这样修持。所以作为一个佛法的修行人，随时你都要观察自己，你随时都要对自己的心负责。所以这里负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你是一个佛法的修行人，所以你要负起责任，就是无论你自己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是善的，都要是利他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对于你在做什么，到底是善还是恶，是自利还是利他，你都要能够分辨清楚。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说就是一种责任感。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无论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这个朋友圈，或者说在脸书发表留言、发表言论，或者你在发一个这个短片、视频或者照片，或者和别人聊天讲话，总之反正任何时候，总之你生活当中大大小小，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应该要记得自己就是一个修行人，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负责任的一种态度，要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不要去伤害别人，要利益他人，然后你要做的就是尽量符合佛法的事情，要去能够促进佛教的团结，或者说同时和对佛教弘扬有助益的所有的事情。那接着我觉得这个寄诵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修行都要能够融合的、贯穿的，就是要这样子来修行。一般我们说修行有很多种方式，文思修或者说著作撰写辩论等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必须把它们全部融合、贯穿、结合在一起来做，这是最重要的。要懂得融合它们、贯穿它们。不然，如果我们总是听很多的法，然后灌顶一个接的一个去受，那可能很快我们就会觉得无聊了，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而且很多人听太多，
然后这个灌顶接受太多，你不断的记录说哪一天接受什么灌顶，越写越多，只是这个样子，也很难让你的修行有所进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无论你在学校里面，你学任何一门，你拿任何一门课，或者你学任何一门学科，那么这个教授或者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只是听老师讲，然后我们完全自己不去思维，就是你完全不去内化、去思维的话，那么不然，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老师一问你问题，你到底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你可能完全回答不出来。那就像是这个反正是有听到一些东西，听是听到了，但是不知道听到了什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学生，考试的时候，所以这时候老师如果他把问题稍微改一改，那学生可能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去好好的理解过、思考过，到底这个问题是什么。同样啊，我们听了很多法，上师教给我们很多的这些教法，如果我们只是耳朵听进去，如果没有思考的话，那么就跟教鹦鹉学六字大明咒一样。这个鹦鹉呢，你教它念六字大明咒，它也会跟我们一样会念的，但你说这个鹦鹉它懂六字大明咒是什么意思，它应该是讲不出来的。但据说有一些鹦鹉，它大概还知道它在念的是什么，但你说要解释每一个字那么深深的意思，大概也解释不出来。但总之，我们说闻思修这三个你要把它融合，然后贯穿一起的来修持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我们说闻思修，还有我们说这种闻思修所成的三种智慧，我们会说有闻思修，还有闻思修所生的三种智慧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那我们简单的来讲说一下。那简单说一下闻思修，闻是什么呢？我们会说跟随一位上师听法。那上师他说出了一些教法，我们的耳朵听闻到。那耳朵听到，我们就说这是听闻到，这就是闻的意思。但是只是听闻到能够升起智慧吗？没办法的。要能够升起听闻的智慧，它不能只是听到这样的内容，而是你至少要对于这个内容有一些些的了解。就算你不是全部的了解也没有关系，但你至少要有一点点的了解，那这样子才算是
有一点闻所成会。如果你完全没有了解一点，那不可能是智慧。这是闻所成会的意思。这是第一个闻，然后怎么样叫做闻所成会？再来是思，还有思所成会。那么思的意思是说，就是好，你在听法，那么你听懂一些也还不够，因为你只是听完了，你就觉得可以了的话，这是有危险的。因为你会觉得反而很傲慢啊，我听过很多了，你觉得这样就够了，这是很危险。因为可能会觉得傲慢啊，我听过好多了，我跟随这个老师听过了，跟随那个听过了，听过好多遍等等。这对于降服你的心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所以你必须进一步的是在你自己稍微听懂这样的一点之上啊，你要再深入的去经教里面去阅读，在这些经教的文字上还有道理上，你深入去研究，然后再跟上师做问答，那这就叫做思维。那怎么叫做思所成会？思维之后升起的智慧呢？是当你经过自己的分析跟观察之后，你才知道，之前上师讲的意思是这个啊，你完全同意了，完全相信了上师的内容，然后这时候你的心中具有了一种信念，你真的相信了这上师所说的这样的内容了，这时候就升起了思维的智慧。这是一种很坚定的一个信念，它的意思是什么？就你不再需要去模仿或者去跟随其他人的说法，或者社会的说法，社会的价值观，你不需要去跟随，而是你可以很笃定的就依据你自己的思维还有判断而得到的这些信念，你可以知道透过什么样的修行可以消除自心上的某个问题，还有增长什么功德，你都知道。而且你也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不这样修的话，什么样的功德就没有办法升起，等等等等。你很清楚知道怎么做就可以得到什么，不做就得不到什么。这个就叫做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当你具备了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的时候，这叫做你具备了思所成慧。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修。然后呢，所以第一个你听闻了上师的教言，再来第二个你不断的思维观察，然后你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确信或者一种信念，你也不能就说好我就不管了，我有了就够了，也不行。然后你要日夜不停的让你的心不停的不断的能够熟悉，还有去习惯这样的一个确信，这样的一个信念，让这样的确信跟信念跟你的心可以说是完全的合一，让你的心能够完全的接受它，完全的熟悉它，合而为一。这个呢就是修。所以这样一个不停的去熟悉跟习惯你的这个确信，这个就叫做修哦。所以修它其实就叫做习惯跟熟悉。那么修可以分为观察修跟安住修两种。观察修跟安住修这部分就先不细说。总之，接着是修所成慧，是指什么呢？就是当你的心
跟你的这个确信，就是对于佛法这个确信，完全的合而为一了，完全的熟悉了。这时候你不需要再刻意再去想它，或者说再去习惯它，而且完全合一了，完全的通晓了。那这时候就叫做升起了修所成慧了。所以这样子，你看闻思修三个里面啊，你这样看完之后，你了解到，你就会知道，第一个，你是需要依靠别人得到的，因为你需要依靠一位上师，他的教授，然后你需要依靠他，你才能够听闻，才能够升起这种闻所成慧。但是除了第一个之外，思维跟修持你都得靠自己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这个修行啊，说实在的，修的好不好，这个真的是这个大部分都是还是责任在你自己身上，因为1/3是上师嘛，因为闻嘛是上师嘛，听闻在上师身上，但2/3是还是靠自己，闻跟思跟修是在自己嘛。那个部分是上师没有办法带你做到的。所以如果修行把它分成3个部分嘛，1/3是的确需要依靠上师的教导，但2/3是要靠你自己。其实呢，这个闻思修的确是佛法当中这样的一种名相，一个用词，但其实它是我们生活当中你平时都在做的，或者说当你要去了解任何一个事情，你要去熟悉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3个过程、3个阶段的。举个例子譬如说，在印度的一些人，或者这个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或在很多藏族人会觉得说，我们想要到这个美国或者欧洲，到美国好了，我们会觉得说，美国这个地方很大，而且是这个一个强国，然后也听说那边生活条件不错如果到了那边的话，这个工作条件会很好的，然后也可能打工可以赚到很多钱，所以你从很多的朋友还有很多认识的人，你就听到很多有关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些资讯。那你听了很多他们的这些说法之后，你就开始有兴趣了，你就开始很关注这个美国，然后只要有书你就会去看，只要 YouTube 里面任何介绍美国的你也会去短片，你可能会去看，或者说任何有关美国的这种电影你可能都会想去看它。所以慢慢你就会对美国有更多的这个认识。但是仅仅是看了美国的书，或者是这种短片或者电影这些资讯，你就可以说你认识了美国了吗？很难。你真的要认识美国，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真的要到那边去，而且你可能要住上个几年，而且你可能要真的在那边工作个几年，那么你才有可能说你认识美国。那么你才能够真的去验证说别人跟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呢，是不是真的住到了那边美国，
就能够认识美国，但有时候也不一定，因为像我在美国待了10几年啊。对不起，但也不一定。像我认识有一些在美国待了10几年的人哦，他们也不会说英文，然后他们也跟社会也没什么交集跟互动。所以到了一个社会，如果你没有真正这样用心去经验，只是你身体在那个地方，也不一定你真正对那里有认识。所以重点是你要生活在那个社会，然后你里面，然后你要去体验、去经验，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讲回来，所以就像是美国这样的一个例子，你首先要听闻到什么是美国，然后你要去思维它，透过去读书、去找资讯、去思维它到底是什么，最后你到了那边真的去经验到它，这就是修持嘛，这就是文思修，你对美国的文思修。我这里不是鼓励你们要到美国去哦，请不要误会我的这一段说话，不然僧众们你们听完之后就说好，那要去美国，这样就不对了。那如果再举一个其他的例子，像西方人，很多人完全没有吃过豆腐，就是豆制品的这个豆腐，蛮多西方人、欧美人是可能没有吃过豆腐，所以你要跟他介绍这个什么样的豆腐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吗？那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可能就会去网络上去搜寻，然后去看它是个什么东西，它怎么制作，它成分是什么。然后真的有一天，他就到了这样的一个中餐厅，然后他就叫了一个这个跟豆腐有这样的一个餐点，然后呢，他就可能吃下去，点了吃了，他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一种味道，才去验证了别人说的，然后他看到的资讯等等，他就终于自己有了对于豆腐的一个认识跟经验。所以这也就是一种文思修的过程。所以文思修，你不管你给它这个叫什么名称，所以这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你不断你都懂的，就是文思修到底是什么。所以佛法讲回来，文思修其实是什么呢？听闻的阶段它可以说它只是和佛法结了个缘。那思维呢，也就只是在自己的，你只是动脑子，你只是在脑子里还没有到心里，还没有入心你只是在脑子里呢。对于佛法的概念，这是思维。那什么是修行呢？当然前面这些过程你可以说都是修行，广义来说，但真正严格来说，修行才是真正实际的经验它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真的佛法进入到你的心里了，入心了，也就是你在自己的心上去应用这个佛法，也就是你真正在心上体会到这个佛法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修。在这个之前，第一个就是你只是听到跟佛法结了个缘这个阶段，第二个就是你脑子里对佛法有个概念，到了第三个阶段才真的是你应用体会到了这个佛法。那怎么样能够让佛法入你的心，体会到佛法呢？那就是你要去修它，去应用它，实践它。那讲到实践、应用、修，你可能有的人就会误会，就一定是一个画面是你坐在一个蒲团上，然后你很放松，然后再观你的出入息，在禅修，不一定的，而是所有你在你的心上你应用佛法，生活当中任何时候，你只要在你的心上应用法，而你能够得到验证和体会的任何那样的时候，都可以说是修行。
所以不能只停留在听法，所以听法之后还有什么？还有思维。如果听了之后不思维，没有用的，听了再久都没有用，所以一定要去思维。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思维之后还有什么呢？要去实践，去应用，这就是修行。所以这样的闻思修，这三者是需要并进的，需要结合起来的。如果只做一个，不做其他的话，这样是不行的，它是不会有效果的，不会产生，不会带来利益的。所以三者需要同时修持，或者说需要完整的修持才是重要的。这样的修行才会起到效用，才会真的让你变得更好，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变得更好的一个人。不然呢，如果只是闻思，你不实际应用的话，对修行没有用的。所以所有的修行，我们说闻思修，你需要这样子结合的，缺一不可的来修。同样呢，六度、六波罗蜜的修行也是一样的，缺一不可的。因为我们说我们要成佛嘛，佛果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佛是一个能够任运的，这种很自在的任运的利益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佛。除了佛之外，菩萨还是需要可以说是刻意的，还要用力的这种去利他。但是佛呢，因为他已经断证的功德都具备了，所以佛的这种利他，它是我们叫任运的，它是不需要去刻意的，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做到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佛，我们要成就达成这样一种任运的利他的这样一个佛果，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修行就必须是要多方面的很全面的去修行，去努力去做到的。所以其实你看佛陀他的修行是怎么样的过程，我们从他的本身传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佛陀他都有修，他有修布施，有修持戒，有修布施的本身的内容，有修持戒的本身故事，有修忍辱的、精进的、禅定的、智慧的本身故事都有。所以他的本身就是总之本身故事就是在说的是佛陀成佛之前的生生世世的很多故事。你看他在每一生世当中，他在做所有的修行，他都几乎都有做，非常的全面。那么就算是佛陀，我们说这一生就证悟成佛的这一世吧，他是这样一个印度的王子，那么他也学习了各种的知识，还有当时的各种的技艺，各种的名处。然后之后他离开了这种王族的生活，走出皇宫，然后成为一个乞食的出家人，然后持守戒律，6年苦行，然后之后在菩提树下证悟成佛，然后之后还是以出家人的身份持戒，然后说法布施，做法布施，然后他对这个提婆达多还是修忍辱，然后还在树下修禅定。你看他是布施持戒忍辱等等，他都在做这样的修持。同样我们看历代的法王他们的每一位的生平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精彩。就以法王米支多杰来说，虽然他年纪很轻就圆寂了，我们现在在听课的很多人可能也都快40岁了，所以我们会觉得48岁并不是太老。但你看米支多杰他只活到了48岁，但是他的一生是这么的精彩，他的故事是这么的殊胜，真的是让人听到了是非常欢喜的，非常的鼓舞人心的，完全是不会是
这样一个很枯燥、很死板或者很沉重的一生，不是的，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欢喜的。譬如说，我们去看他的生平传记哦，有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些记载，你会看他如何听法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他，米觉多杰是不是一生都在听法求法？再去看他的传记里面，从他记载他怎么著作的，你会好像他好像一生都在写作一样，不然你会觉得他怎么可能写出那么多的著作，那么多的作品？同样，你再去看他的传记的时候，它里面一些记载，你看他到过好多地方，那时候你又会想，他怎么还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啊？因为他应该时间都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不停的在到各个地方去弘法，所以从他一天当中，你会看他要见多少人，要开多少会议，然后要写多少著作。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的那么细，传记只是很粗略的有一个记载，因为48年的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一本传记，你当然不可能写得非常的细，所以你就只是可以说是很粗略的这样的一个传记，你都已经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了。所以你看到法王米之多杰，无论他再苦再累哦，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可以说为了佛教，为了众生，他带着这样一个清净的发心，他人就是无怨无悔的。然后毫不懈怠的这个勇往直前，他为了利益众生，他也不是只用单一的，例如说说法的，只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利益众生，他会透过说法、讲说、辩论、著作、听闻、思维、修持、知识、戒律、德行等等全方面的各种方式，多样的方式来利益众生，这是我们应该要去效法和学习的。就像是一句话说，过去祖师传记，后世弟子修持，这句话说的一样，我们应该好好的去仿效祖师的心意。我们要学会打开自己的一个思维跟视野。所以我们在听到看到了上师的这些传记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打开自己的一些思维，然后还有视野，然后让我们的心更清净一些，更有热忱一些，而且你还要好好的动一动你的脑筋想一想，我们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方法去弘扬佛法，去利益众生？说实在，这个意思说实在，以前没看到、没读到这个米之多杰传记之前，我们以前都真的身口意没有这样去想过，没有这样去做过。所以现在我们至少应该想一想，试试看自己的身体上、语言上、发心上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去利益众生，去弘扬佛法。我们不要愧对了，浪费了过去祖师的恩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好，最后我们做回向。